地產稅單收到了嗎？嫌太貴？這3件事你一定要知道，特別是第一件。第一，如果你覺得今年的地產稅估值太高，現在是上訴的最後機會。大多數公寓樓 Class 2截止日是3月1日，1到3家庭 Class 1是3月15日。趕快找會計師或律師填表，別和自己的荷包過不去。第二，租房市場也有新規定了。市長剛簽署行政命令，將加強打擊租房詐騙和非法驅逐。無論你是房東還是租客，都要留意最新的租賃法規變化，保護自己的權益。第三，紐約餐館周只剩最後1周，到2月12日就結束了，別錯過優惠了。另外，馬年農曆新年馬上就要到了，這週末大都會博物館有慶祝活動，記得帶一家大小去熱鬧一下。想掌握紐約最實用的生活資訊，記得按讚、訂閱紐約與你，掌握第一手紐約資訊。我們下次見。